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美浓的美浓陶艺坊，要来捏手拉胚。这个是烧窑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老师呢会帮我们烧，然后上色，然后再邮寄给我们哦。美浓陶艺坊位于高雄的美浓，老板人很好，很亲切。他提供手拉胚教学、手捏陶创作、彩绘纸伞、彩绘陶板、客家擂茶等趣味性的 DIY 活动，还可以定做专门的手工杯、门牌等客制化的商品哦。据老板所说，很多人都会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请他做，等等，这不是业配哦，我只是单纯的推荐一个好地方而已。好，如果有到高雄美浓的朋友，不妨到这里来玩哦。不过记得要先预约哦，其他详情请见说明栏。相信我，这真的不是业配。